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有啲文明能夠發展出槍炮利器，掌握鋼鐵技術，從而征服全球，而其他文明就似乎停滯不前，甚至淪為被征服嘅對象？今日我想同大家深入探討一本曾經獲普立茲獎嘅巨著《槍炮、病菌與鋼鐵》。呢本書唔單止係一本橫跨萬年嘅人類史詩，佢更加似一把解剖刀，精準剖析點解世界各民族嘅命運會走向如此唔同嘅軌跡。作者係美國著名嘅博學家賈德·戴蒙。戴蒙教授嘅思考源於佢一位土著領袖朋友一個直接嘅問題：點解係你哋白人帶咁多貨物嚟我哋非洲，而唔係我哋黑人整啲嘢出嚟運去你哋度？呢個問題直指現代世界不平等嘅核心。好多人可能會直觀咁諗，係咪某啲人種天生就比較優越呢？戴蒙用咗大量跨學科嘅證據話俾我哋知，絕對唔係。真正嘅答案深藏喺我哋地球嘅地理環境同生物資源嘅不均等分配之中。戴蒙嘅核心論點係人類社會發展嘅巨大差異，源自於13000年前冰河時期結束後，糧食生產即係農業同畜牧業喺唔同大陸嘅起源同傳播速度。喺農業出現之前啦，全人類都係過住狩獵採集嘅生活，人口稀少，流動不定，但係擁有大量適合馴化嘅野生動植物。歐亞大陸，尤其係中東嘅肥沃月灣地區，簡直係天選之地，度有野生嘅小麥、大麥、豌豆、扁豆，仲有野生嘅山羊、綿羊、牛同豬。中國嘅黃河流域同長江流域亦都差唔多，有稻米、小米同豬。呢啲始祖作物同始祖加速嘅馴化，令到人類可以由被動咁樣四處覓食，轉為主動生產糧食。農業嘅出現帶嚟咗連鎖反應。首先，糧食產量大增，人類可以定居落嚟，唔再需要跟住獵物周圍走。定居之後，婦女生育嘅間隔可以縮短，人口密度隨之飆升。當糧食開始有剩餘，社會就可以養活一批唔需要直接參與糧食生產嘅人。呢啲包括啲咩人呢？例如可以專心改良工具、發明冶金技術嘅工匠，可以組織起嚟保家衛國嘅士兵，可以管理日益複雜社會嘅官僚同領袖，甚至係可以觀察星象、記錄歷史、發展文字嘅祭司同埋知識分子。相比之下，其他大陸喺農業發展方面就冇咁幸運。美洲大陸雖然都有自己嘅本土農作物，例如粟米、薯仔、南瓜，但係可以馴化嘅大型哺乳動物咧就極之稀少，主要只有安第斯山脈地區嘅駱馬同埋羊駝。而且美洲嘅主要糧食作物粟米，佢嘅馴化過程亦都比歐亞大陸嘅小麥、大麥漫長同複雜得多。澳洲大陸就更加不幸，幾乎冇咩本土動植物可以俾當地嘅原住民馴化成為可靠嘅糧食來源。非洲大陸雖然以野生動物種類繁多而聞名，但係戴蒙提出咗一個精闢嘅安娜卡列尼娜原則，要成功馴化一種野生動物，就好似一段美滿嘅婚姻一樣，需要好多有利嘅條件同時存在。例如動物嘅飲食習慣要容易滿足，生長速度要夠快，繁殖方式要適合人工飼養，性情要相對溫順，對驚嚇嘅反應唔可以太激烈，同埋咧佢哋本身要有適合群養嘅社會結構等等。只要喺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咧，馴化就好難成功咯。所以非洲大部分引人注目嘅大型野生動物，例如斑馬、各種羚羊、非洲水牛等等，都因為唔同嘅原因而無法被人類馴化成為家畜。因此，單單係喺農業發展呢個起跑線上嘅差異，已經令到唔同大陸嘅文明發展速度出現咗巨大嘅鴻溝。好啦，就算有啲地方好彩咁發展咗農業，但係點解有啲地方嘅農業技術、農作物品種、牲畜品種，甚至係其他重要嘅發明創造，可以好快咁樣傳播開去？而喺另啲地方啦，就好似遇到無形嘅屏障，寸步難行啦。戴蒙喺呢方面提出咗一個極具洞察力，而且影響深遠嘅概念，就係大陸軸線嘅地理宿命。大家只要拎張世界地圖出嚟仔細睇下，就會發現一個非常明顯嘅地理格局差異。歐亞大陸由最西面嘅西班牙、葡萄牙去到最東面嘅中國沿海，基本上係一條綿延萬里嘅東西走向嘅巨大陸塊。而美洲大陸由最北面嘅阿拉斯加去到最南面，同埋非洲大陸
佢哋嘅主要延伸方向就係南北走向嘅。咁呢個大陸嘅基本走向同文明傳播有咩關係呢？關係原來非常之大，可以話係決定性。因為地球嘅氣候帶主要係跟住緯度嘅變化而分布嘅。如果一個大陸係東西走向，咁喺同一緯度或者相近緯度嘅唔同地方，例如由中東地區將農業技術同農作物傳播去歐洲，或者傳播去印度河谷地區，佢哋所處嘅緯度差唔多，所以氣候條件、日照長短嘅季節性變化、溫度範圍等等都好相似。咁樣源自一個地方嘅農作物品種同埋牲畜品種，就好容易適應另一個相似緯度地區嘅新環境。相關嘅農業技術，甚至係其他發明創造，例如文字系統、車輪技術等等，都可以比較順暢咁樣沿住呢條高速公路傳播開去。大蒙用咗好多數據估算過，喺歐亞大陸農業技術嘅傳播速度平均每年可以達到1.1公里咁遠。但係南北走向嘅大陸就完全係另一回事。例如由墨西哥想將主要糧食作物粟米傳去北美洲嘅北部地區，或者由南美洲嘅安第斯山脈想將獨特嘅農作物薯仔傳去其他地方，佢哋就要跨越好多個唔同嘅氣候地帶。一種農作物咧喺熱帶地區生長得非常之好，但係咧去到溫熱地帶或者寒冷地區咧，就可能因為唔適應當地嘅溫度、降雨模式或者生長季節嘅長短而完全做唔到。所以喺美洲同非洲呢啲南北走向嘅大陸上面咧，農業同埋技術嘅傳播速度就慢好多嘅，每年可能只有0.幾公里，甚至係更慢嘅。例如墨西哥嘅粟米要花費幾千年嘅時間，先至慢慢傳播到去美國東部地區，而且仲要經過不斷嘅改良，先至能夠適應到當地比較短嘅生長季節。所以大陸軸線嘅基本走向就好似一個地區嘅基礎交通網絡設計一樣。東西走向嘅歐亞大陸就好似擁有一個四通八達、效率極高嘅高鐵網絡，各種創新嘅思想同技術可以快速咁樣流通同交流。而南北走向嘅美洲同非洲就好似只有啲崎嶇不平，仲要翻山越嶺嘅羊腸小徑，資訊同技術嘅交流自然困難重重，速度緩慢。呢個看似簡單嘅地理因素，其實對唔同文明之間互相學習、借鑑同埋整體發展嘅速度產生咗極其深遠嘅影響。跟住落嚟，我哋要探討一個睇唔到、摸唔到，但係喺人類歷史進程之中扮演咗一個極其重要，甚至係致命角色嘅因素，就係病菌。戴蒙教授用咗大量嘅篇幅去闡述病菌點樣成為影響文明衝突結局嘅關鍵力量。佢指出，歐亞大陸因為喺史前時期就好早就成功馴化咗好多種動物，例如牛、羊、豬、雞等等。人類同呢啲馴化動物長期以嚟都保持住非常親密嘅接觸，就好似一齊住喺農場，甚至係同一間屋裡面咁。咁結果咧，好多原本只係喺動物之間傳播嘅病菌，慢慢就發生咗進化變種，成為可以感染人類嘅病菌，並且喺人口密集嘅人類社會之中傳播，形成咗我哋今日所講嘅各種群聚疾病，例如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肺結核呢啲影響深遠嘅傳染病，好多都可能係由動物身上嘅病菌演化過嚟嘅。歐亞大陸嘅居民因為世世代代都同呢啲病菌共同進化啦，身體慢慢就對呢啲常見嘅傳染病產生咗一定程度嘅抵抗力，或者係經過長期嘅自然選擇，生存落嚟嘅人本身就帶有有利於抵抗特定病菌嘅基因。但係當歐洲嘅探險家同殖民者帶住呢啲佢哋已經有一定免疫力嘅病菌去到美洲大陸或者澳洲大陸呢啲所謂嘅新大陸嘅時候，道嘅原住民幾千年甚至幾萬年嚟都從來未接觸過呢啲嚟自歐亞大陸嘅病菌，佢哋嘅身體對呢啲外來嘅入侵者完全冇抵抗能力。結果係點呢？歷史嘅記載慘不忍睹。戴蒙引用咗大量令人觸目驚心嘅歷史文獻同埋考古學證據，指出美洲原住民人口之所以喺歐洲人到達之後出現災難性嘅急劇減少，好多時候並唔係直接俾歐洲殖民者嘅槍炮武器大規模屠殺，而係俾佢哋喺無意之中帶嚟嘅各種傳染病。
例如天花、麻疹、白喉等等大規模感染而導致死亡。例如喺16世紀初期，西班牙征服者皮薩羅帶領一支細小嘅隊伍去征服龐大嘅印加帝國。天花病毒傳播嘅速度甚至仲快過西班牙軍隊推進嘅速度。好多印加帝國嘅人民，甚至包括佢哋嘅皇帝同埋皇位繼承人，都因為染上天花而短時間內病死，令到成個帝國陷入內亂，國力大損，最終比人數遠遠少於自己嘅西班牙征服者有機可乘。戴蒙根據各種研究估計，美洲原住民嘅人口總數喺歐洲人到達之後嘅短短百幾年間，可能減少咗足足95%。呢個簡直係一場由病菌主導、無聲無息但又極其慘烈嘅種族滅絕。呢個就係點解有啲歷史學家會形容歐洲人能夠喺短短幾百年間征服世界咁多地方，並唔單止係依靠佢哋先進嘅武器裝備同埋軍事組織，佢哋仲擁有一種睇唔到嘅，但係威力無比嘅生物武器，就係佢哋經過同馴化動物長期共同進化而獲得嘅對多種致命傳染病嘅群體免疫力。相反，美洲大陸因為可以馴化嘅大型動物非常之少，所以並冇發展出類似嘅可以大規模傳播嘅致命傳染病，可以回敬翻俾入侵嘅歐洲殖民者。病菌喺人類歷史上各個文明之間嘅衝突同埋較量之中，往往扮演咗一個決定性嘅，但又好容易被後人忽略嘅關鍵角色。最後，我哋嚟到書名最直接提到嘅兩個關鍵詞：槍炮與鋼鐵。呢啲代表咗可以直接用嚟進行征服、統治同埋維持權力嘅物質力量，亦都係強大文明興起嘅重要標誌。正如我哋之前反覆強調過，農業嘅成功出現同埋持續發展，帶嚟咗糧食嘅大量剩餘同埋人口嘅大幅增長，咁樣就為社會發展出更複雜嘅組織形態同埋更先進嘅技術水平，提供咗堅實嘅物質基礎。因為有咗一批唔需要親身參與耕田或者放牧嘅專家階層，佢哋就有充足嘅時間同埋相對穩定嘅資源，去專心鑽研各種專門嘅知識同技能，例如點樣去辨認同開採有用嘅礦石，點樣去掌握冶煉金屬嘅複雜工藝。人類嘅冶金技術咧，就係由比較容易處理、熔點較低嘅銅器開始，然後逐步發展到可以製造出更堅硬、更耐用嘅青銅器、銅石合金，最後終於掌握咗冶煉難度更高、性能更優越嘅鐵器嘅技術。鋼鐵就係呢種不斷積累、不斷進步嘅物質技術力量嘅最重要代表。佢可以用嚟製造出更鋒利、更致命嘅武器，同埋更有效率、更耐用嘅生產工具。與此同時，隨住人口不斷增加，社會嘅規模日益擴大，管理嘅複雜程度亦都相應提升。於是乎啦，人類嘅社會組織形態咧，就由最初幾十人組成嘅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嘅小型隊群，慢慢演變成幾百人規模，開始有固定村落嘅部落，然後再由部落進一步發展，成為擁有幾千甚至幾萬人口，開始出現明顯社會階層分化同埋世襲首領嘅友邦。最後由友邦再演化成為擁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以上人口，建立起中央集權嘅政府，擁有完善嘅法律體系、龐大嘅官僚系統同埋常備軍隊嘅國家。國家級別嘅政治組織可以更有效咁樣集中同調配全國嘅人力物力資源，用嚟建設大型公共工程，例如灌溉系統、城牆、道路等等，亦都可以組織起更強大嘅軍隊，發動大規模嘅對外戰爭，進行遠距離嘅海洋探險，同埋維持對廣闊領土範圍內唔同族群嘅有效統治。戴蒙教授喺書中用咗一個非常經典嘅歷史事件，就係16世紀初期西班牙征服者皮薩羅喺秘魯嘅卡哈馬卡，以極少數嘅兵力，竟然成功俘虜咗當時美洲大陸最強大嘅印加帝國嘅皇帝阿塔花普，嚟具體咁樣說明呢啲綜合優勢喺實際衝突之中嘅決定性作用。當時皮薩羅帶領住
百幾個西班牙冒險家，點解可以喺數以萬計嘅印加帝國軍隊嘅重重包圍之下反敗為勝，仲要捉到佢哋嘅最高統治者呢？就係因為西班牙人擁有由鋼鐵鍛造而成嘅鋒利長劍同埋堅固嘅金屬盔甲，佢哋騎住當時美洲大陸完全冇嘅馬匹，無論係喺戰場上進行快速衝鋒、分割敵人陣營，定係喺追擊潰敗嘅敵軍方面，都佔盡咗速度同衝擊力嘅優勢。佢哋仲裝備咗當時嚟講屬於先進武器嘅火槍，雖然早期嘅火槍射擊速度慢、命中率唔高、裝填亦都好麻煩，但係佢哋發射時所產生嘅巨大聲響同埋刺眼嘅煙霧，對於從未見過呢種武器嘅印加士兵嚟講，心理上嘅震懾作用非常之大。佢哋仲擁有成熟嘅文字系統，可以互相之間傳遞複雜嘅軍事情報，記錄戰術部署，學習前人積累落嚟嘅戰爭經驗。最重要嘅一點係，佢哋嘅遠征行動背後有當時歐洲強國之一嘅西班牙王國，呢個強大嘅中央集權國家機器喺財力、物力、人力同埋組織方面提供持續嘅支持。呢啲種種因素綜合起嚟所形成嘅壓倒性優勢，就係所謂槍炮與鋼鐵背後所代表嘅真正力量。總括嚟講，槍炮、病菌同鋼鐵呢本影響深遠嘅巨作，用一個宏大而且跨越咗多個學科領域嘅獨特視角，向我哋深刻咁揭示咗人類歷史發展軌跡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巨大差異嘅根本原因。戴蒙教授反覆強調，呢啲差異並唔係源於世界上唔同民族之間天生嘅智力水平或者品格特質嘅分別，而係源於佢哋各自所處嘅地理環境，同埋呢啲環境所能夠提供嘅可供利用嘅生物資源嘅根本性差異。簡單嚟講咧，有啲似現代開放式嘅遊戲，例如 Minecraft 係開局前所設定嘅隨機世界，每個人出生點嘅環境都會好大程度上影響佢哋發展，擁有更多適合人類馴化嘅動植物品種。邊一個大陸嘅基本地理軸線更有利於各種知識、技術同埋物產嘅內部傳播同外部交流，就喺好大程度上決定咗邊一個地區嘅文明能夠喺漫長嘅歷史長跑之中贏在起跑線，並且透過不斷積累各種優勢而持續領先。戴蒙教授嘅理論可能並唔係解釋所有紛繁複雜嘅歷史細節嘅唯一完美答案。歷史本身就充滿咗各種偶然性同埋多重因果嘅複雜互動，但係佢毫無疑問為我哋理解我哋今日呢個貧富差距懸殊、力量分佈極不均衡嘅世界，究竟係點樣一步一步演變而成今日呢個樣貌，提供咗一個極具說服力同啟發性，而且視野極其宏大嘅分析框架。呢本書絕對值得每一位對人類自身嘅命運、對世界格局嘅形成，以及對未來發展嘅走向感興趣嘅朋友，花費時間去細心閱讀，並且進行深入嘅獨立思考。今集就嚟到呢度，如果大家鍾意今集嘅內容，希望可以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話我知有啲咩書想睇，等我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精彩好書。我哋下次再見，拜拜。